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Neo，一個將讀書研究到好似開外掛嘅學霸姐姐。今日同大家傾下點解好多父母每日陪仔女做功課，都陪到心攰又無奈。我一路專注拆解學習心法，接觸過好多家庭，睇盡家長陪溫書陪到身心疲勞，每晚打開功課簿，屋企即刻變戰場。你催佢做功課，佢就偷懶，用 AI 抄功課。發現之後，成個人都激到唔知點算。其實問題根本唔係細路懶，而係大部分家長用錯咗 AI 呢個工具。好多家長對 AI 嘅睇法好兩極，一係就完全唔準，一係就當佢免費代寫，將 AI 當保姆代筆，小朋友只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。將 AI 當洪水猛獸完全封鎖，只會脫離而家嘅學習模式。正確做法係將 AI 由代手變成引導式助教，教小朋友識得善用工具，唔可以完全唔接觸，亦都唔可以放任亂用，否則將來要唔係就數碼文盲，要唔係就成日依賴 AI， 考試乜都唔識。想避坑好簡單，記住一條神級提示詞。將 AI 變成只會提問，唔會直接俾答案嘅蘇格拉底老師。小朋友想叫 AI 寫環保作文，你教佢咁講：我要寫環保作文，唔使你直接代筆。請分3階段引導我。第一，問我3個環保生活觀察；第二，幫我提取出論點、盲點；第三，俾我3個作文結構建議。千祈唔好幫我寫內容，設成預設指令。AI 就會變成訓練思考嘅助教，唔再係抄功課嘅工具。學習核心從來唔係記答案，而係訓練思考。AI 負責提問，家長負責觀察，仔女思考邏輯。唔使日日爭拗，細路亦都識得運用 AI， 唔會被 AI 牽制。AI 係輔導功課嘅好幫手，機械式雜務交俾 AI， 留返時間俾小朋友訓練思維同判斷力。家長掌握呢套 AI 思維，陪做功課就唔係做監工，而係幫仔女做學習規劃，做 AI 時代嘅掌舵人，放手俾工具做機械嘢，先可以培養小朋友真正嘅獨立思考。今晚陪讀，不妨試下呢個方法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效率嘅學習方法同實用工具，幫仔女輕鬆讀書，建立獨立思維，記得關注或者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期再見。拜拜。